咱有一寡长辈时代拢会甲药仔拆开，放入去细介鸭肉内底，但是每一粒药仔拢洗做差不多，一个无小心就会食唔到去，也则是加食减食。有学者发现这个问题，用3年的时间研发药物辨识系统，只要伫手机装特chế镜头，扫过这个药丸就会当显示药丸使用的方式。安尼一来，就免惊会去食唔到药仔咯。 你早时食对一款？早时食7粒。多。阿公干那一个下早都爱食7粒药啊，但是每一粒的外形拢真共，就惊无细致食唔到去。药明大学医学系副教授用3档的时间研发手机药物辨识系统，对准药物扫描，食什么药啊，就一清二楚。里面有做的事情就是它有采光，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说这里面其实是有 LED 有镜头，那个大概可以辨认出90%的药物。对药啊翕相的显示成分甲用法，内面有18000多种药物的资讯，已经在去年得到台湾的专利。不过老大人看法不同。问题是，这些老人对于现在的3C 设备，他能够接受多少？非常好啊，因为我爸爸也有手机，他90岁了，他也有手机。 另外，考虑到外籍的照顾者看无中文，也有设计英文、印尼、越南语多种的语言，设计团队希望这个系统会当被大量生产，进入家庭解决用药的问题。